现代台语版圣经哥林多后书第9章，关系真济犹太信徒的事，我毋免阁写批互恁。我知恁甘心帮赞，我捌为着这项代志对马其顿人夸口讲，阿该亚的信徒伫旧年就准备好势，恁的热心有感动因大部分的人。我有找几若个兄弟去恁遐，希望恁照我所讲的准备好势，才免我伫这项代志为着恁对人的夸口落空。若无，马其顿人若甲我去，看到恁无准备好势，阮会因为过头相信恁煞真漏气，恁减袂搁较漏气。所以，我想应该鼓励遐个兄弟先去恁遐，叫恁前答应要捐献的钱先准备好势，安尼我到位的时，恁拢准备好啦。表示恁的捐献毋是勉强，是甘心乐意。着知也少受少，也多受多。所以，大人着照家己所决定的来献。毋通毋甘，嘛毋通勉强，因为上帝疼欢喜奉献的人。上帝会将逐项恩典丰丰富富赐福互恁，毋但家己逐项教业，阁会当做逐项好事。照圣经所记载，伊慷慨真济善车人，伊的好行为煞到永远。供给种子互野种的，阁赏赐食物互人食迄位上帝，为将恁所需要的种子供给恁，阁互种子哪济，嘛互恁仁义的种子丰收。伊会互恁事事富足，通随时慷慨施舍。互真侪人通过阮接受恁的礼物来感谢上帝，因为恁所做即个侍奉的工作，毋但解决信徒的需要，嘛互因对上帝的感谢加添到满出来。通过恁所做即个侍奉，证实恁有顺探所宣认基督的福音，以及恁对因甲其他所有人慷慨的捐献，通归荣光互上帝。上帝赐恁无限的恩典，互因会搁较敬爱恁，搁为着恁祈祷。感谢上帝，又互咱袂当形容的恩赐。